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绘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花莲的心怡，也佮有伊的囡仔阿和甲阿平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平。阿平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阿平，今日咱要看一集。哇，你看这张图，你看到什么物件？阿平先讲阿平。阿平个看到什么？鸭龙。野狼哦，倒一只是野狼。对啊。还在一只在食，野狼爱甲人做伙咧食饭哦。唔对。啊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蒜头哦。蒜头。迄个好因阿嬷种的蒜头对吧？我想讲。拢是你讲好啊，你讲。我看到电视。电视哦，电视敢有咧搬啥物物件？我看到电风。电风无电风。我看到电火诶。电火哦，电火要落来啊！把火吊起。我看到野狼的尾伤长啊，甲伊竖一个光失去。哦，别讲啦，无这个剧情啊！阿平刚才看到啥物？我看到。你敢有看到门口这啥物？野狼。门口这是野狼。门口这应该是猫啊啦。野狼。有遮尔大只的猫啊？伊是。野狼。三鸟嘛想要看电视。啊！野狼。看到一个人伫遮无？刚才伊咧创啥？有一个黑色色的门。哦，这是门的内底啦，吼，伊无。有超济花啊！你可能无开电火，所以看起来有这济花，好恐怖。啊，这个查某囡仔，像咱头前讲着迄个查某囡仔，去买猪血汤的迄个查某囡仔，啊，今晚咧创啥物？食猪血。食猪血哦，我看起来是咧食饭啦。我看起来是咧食卡。你看伊坐伫遐，坐伫河顶馆顶咧食饭，你敢知影河顶？看伊食饭，想啊是伊毋是坐伫食饭桌啊咧食饭。因为伊要看电视。要看电视啊！我早看电视嘛，会使坐伫桌仔顶看啊。因为伊毋是善听人无桌啊。吼，敢若毋是哦，敢若是因为伊袂当伫桌仔顶食饭。因为古早的时阵啊，有当时啊，较重男轻女，会互爸爸啊、阿公啊、阿伯阿姐、查甫囡仔、哥哥、弟弟先食饭。反正吼，伊就家己甲换旁咧，啊坐伫河顶遐咧看电视。你看伊手旁迄碗饭，内底敢有啥物菜？有荤油。有看到遐侪物件，看起来毋是敢若白白。有头发豆，看起来当饭尔。敢若饭尔啦，他都有讲，古早当时伊会先互查甫人食饭对无？食到尾啊，可能拢无菜啊，无菜就会当搅汤、搅豆油，像古早人会搅猪油、搅饭、搅豆油，就足好食的哦。所以你看即碗饭，可能就是敢若搅猪油尔，佮搅豆油。较早你敢有食过猪油搅饭？猪油听起来就足太过咯。啊，伊安怎是猪的油，但是动物的油伊是足好食。你细汉时阵，其实你嘛有食过呢。因为你细汉时阵，哦，你着便秘放屎袂顺，医生就甲我讲，哦，你会当讲叫我会当互恁食较油咧哦，食较油咧，安尼放屎放开出来，啊，我就去买一罐猪油转来搅面互恁食。互恁食，啊像我，好笑哦，好笑诶！啊，因为着恁诶健康啊，医生讲食较油咧，较油车安尼，恁放屎会较顺哦。规肠
胃肠会较有油，来好啊听。哦，即摆咱猪油拢会当买便的。较早我细汉时阵啊，我阿嬷就是恁阿祖，会伫厝里家己转猪油，我感觉迄个味好臭诶。阮袂食猪油搅饭啊，早阮兜拢会食沙乌龙面搅猪油搅豆油，淋一寡葱仔煮，那就好食诶哦。我人鲔鱼，鲔鱼哦，你食啊较青草，你拢讲恁爱食诶物件对吧？反正后摆你食看卖话，土肉就是葱仔鱼罐头，淋猪油，淋豆油。我甲恁讲哦，其实我感觉罐头就臭，啊是安怎？因为迄是鱼腥味。鱼仔臭臭味是哦。但是你看伊敢有咧食饭，伊咧认真咧看电视哦。你个电视，你感觉甲咱即摆有啥物无共款？较细台。较细台哦。较细台，荧幕较小对吧？哦，这看袂出来，其实伊足高足大台哦，这是一个那刀啊共款诶。而且头前佫有门会当关起来哦。无爱互囡仔偷看。嘛毋是呢，对啊，伊想要甲伊关起来，可能安尼较袂营养哦，嘛较水。古早以前电视是黑白诶，咱即摆看诶是毋是拢彩色诶？你上爱看啥物电视？我上爱看偶像。啊，弟弟爱看啥物？我上爱看腔你看腔亮出。啊，若是黑白诶，你感觉敢好看？无好看，无介意看，彩色较好看。所以伊遮就是古早有诶买啊，毋是逐家人诶兜拢有彩色电视通好看哦，敢若好野人兜啊，还是柑仔店啊，是我店头有彩色诶电视，就是成人客去看。但我了较好。就好，就好水诶是无？第三个。安尼阿平，咱今仔日分享到遮，多谢大家。大家再会。大家拜拜，后背一个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保守。今仔日咱绘本故事的主题讲到猪油搅饭。猪油搅饭的咱讲是真侪台湾人细汉时阵共同的回忆。节目刷落去，咱来分享嘉义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，伊对猪油搅饭的记忆。讲到猪油搅饭，餐桌即摆去餐厅食饭，饭店食饭，因拢讲餐桌，咱是讲食饭桌啊。我捌去咸水，咸水哦有一种足出名的料理，叫做猪油搅饭。我记仔时代无啥物面配，通好配，所以有一盎盐。一盎豆油，家己去买肥猪肉，等下转，迄油泡啊，搁另外底，迄嘛是会当配饭。迄猪油，若无都无菜，番薯签饭，撒来豆油淋一个，猪油搅一个，油葱酥淋一个，迄个食啊变贵啊，所以即个咸水即个猪油搅饭我食爱够古早味啊。所以这猪油搅饭较早算袂歹无就配咸大，我讲咸大可能较深，对遐腌鸡啊啦、酱鸡啊啦，还是菜脯啦，这生鸡这咸的物啊，这叫做咸大。阮大姊捌讲过一句俗谚语，我个收入我的俗谚语典，伊讲咸菜咸大大，爸母做主无大话。所以较早就是若有咸菜倒咸，倒一个咸就会吞落即个咸菜较早是粗熟米，即摆那像变幼秀米啊。所以咱会讲咸菜抹猪油，咸菜
倒肉油，肉油来伤济，啊油掺伤济吼，啊咸菜下一寡落，就会甲迄个油倒过啊。啊，咱个俗语一句足趣味的结骨话啦，讲寒茶底转猪油，死转硬转，哦，死转，当然无可能伫寒茶底转猪油，啊，这就是寒茶底哦，咱讲迄死的意思啦，甲死有关系。较早的厝拢有户灯，台湾人有一个自古以来的禁忌，袂当打户灯。空中好朋友敢知影是啥物缘故咧？讲到户灯，这个户灯，咱知影，敢若这户灯就讲袂了。门槛，超过户灯，超过门槛。来讲话一年钟放屎高户顶，这当然警惕囡仔，警惕囡仔。户顶大雨过，通家食百二岁。这婆啊，牵新娘要入门的时讲的，迄较早户顶讲有神，袂使去搭，袂使坐。囡仔人若坐户顶，就互大人骂，所以讲。讲话一年钟放屎高户顶，这句好紧啦！所以婆仔就讲，若要牵新娘入房入去听恁，就讲户顶大雨过，讲较紧就讲户顶大雨过，通家食百二岁。这个户顶是代表修为啊，咱怎讲是修为啊？户顶顶悬有。门神护卫，较好嘅人，是大庆庙两片门大门，拢有画门神所以讲新娘若带带入门，要踏入去新郎的厝，就要下过户顶，袂使去踏着户顶，若无翁的规家口会夭寿。当然这是禁忌啦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